食就食啦，是但平日最好平日少去少啦。講翻你個嗰個舒服嘅問題，佢又唔係唔舒服喎。你覺得鬆下鬆下點鬆咪整啦，係咯。佢唔係咁樣鬆下，意思即係你耐咗，所以我而家咧下晝啊調翻佢浸翻水佢，再用嘅時候再吸翻佢，即係唔係成日整除，咁就 OK。整佢啦，咁就有時有啲好似我而家成日帶嘅時候，最緊要你上到去仍然都係個問題，你就有解決到啦。你問你到時一間地方就有你個服務請咧，我覺得唔夠嘅，反映到呢個佢呢啲要做嘅問題咯。因為有一隻嘅問題，我有時喺度講都話嗰一隻嘅入緊或者係咁樣，或者覺得會受到隻。其實港珠澳幾時會有自動駕駛？港珠澳呢條路其實最適合做自動駕駛嘅，但係最難㗎嘛。你全部 test 算唔算佢咯？個問題唔係啊，你嗰種咧就緊係司機都冇嗰隻啊。唔會咯，嗰條。呢條路係最難㗎嘛，三地唔發3地唔會。你自己自分。但係澳門先進過香港喎，自動駕駛。但係咧，澳門可以行 NGP， 香港唔得。即係澳門可以開晒 Tesla 嘅公路，香港唔得。最緊要個司機喺度。司機坐車唔香港嘅法律咧就係滯後，澳門嘅法律就係講死。大陸嘅法律就係啱要用佢係用咯。係啊，要用就去啦。要用落去咯，個個都話關我事，或者大單嘢都係關我事，關我事，咁啊呢個拖緊嘅係。好啊，唔係嗱，阿 Lily 呢單嘢咪個個都關我事咯。阿 Lily 嗰單嘢細力弱啊嘛，做佢啊嘛係。不過宏福苑呢單嘢其實一定預咗耐㗎啦，你個審訊都未過。係啊，好多嘢講啊，即係話點解你消防處可以咁樣講啊？喂，預處㗎嘛，關我事㗎嘛，即係淨係喺網上講啊係。其實講真呢啲其實應該圍嘅，大家都知，嗰啲又唔會大家圍嘅，想罰。其實最大單嗰單就係消防處俾人啄咗，冇派人去睇，就不斷簽去山景中呢單嘢啫嘛。係啊，點解俾山景中要？Seatbelt。